紹呢部跑步機係夠快啊，定係夠慳位啊？係夠平啊！而家買到4888咋，功能又多，性價比又高，你唔係唔買係嘛？學入星期四，唔係唔睬你啊！跑步其實由4個主要動作組成嘅，包括接腿、抬腿、爬地同蹬腿組成。想跑得快又唔傷嘅話，呢一部 Jack 100藍牙跑步機就可以幫到你啦。有咗呢部神器，你喺屋企任何時間唔受天氣同埋落雨影響，都可以跑得更快，簡直係如虎添翼啊！跑步最緊要講速度，而電動跑步機最緊要由摩打帶動跑帶嘅，所以摩打一定要夠力水嘅。而跑緊嗰陣時調節速度先可以跑得得心應手嘅。呢部 Jack 100來自2 HP 馬達，啜一聲就可以去到極速每小時16 kph， 咁先可以練到爆發力。加上仲有12段斜度調節，練跑斜路比跑平路更有效訓練大腿及小腿力量，而且可以燃燒更多熱量，幫助 keep fit 添。其次跑帶一定要夠闊，專業運動員比起一般休閒跑步速度更快，動作較大，有時跑步途中跑步會向橫移，而寬闊嘅跑帶可以提供更多嘅緩衝空間，讓你可以跑得輕鬆。跑帶夠闊先可以提供足夠嘅穩定性同安全感，而呢部跑步機嘅跑帶有成130乘43 cm 咁闊，咁你先可以跑得自在，盡情發揮㗎嘛。而專業嘅 Air Motion 緩衝系統符合自然嘅着地方式，踩落地有微微彈力，減輕關節嘅衝擊力，好似幫膝頭墊咗軟墊咁，同你喺運動場跑泰坦地基本上係一樣嘅。咁你先可以長跑長有㗎。而呢部機仲支援藍牙連接嘅 Reebok Apps， 幫你記錄訓練狀態之餘，仲可以連接 Map the Route 功能，喺現實地圖上設定虛擬跑步路線，有如置身喺實景訓練一樣，為未來任何比賽做足準備。用完之後，只要輕輕一抬就可以摺起，而要用嘅時候，輕輕一踩又可以慢慢落返嚟。設計安心又貼心，又夠慳位。而家咁專業嘅跑步機，劈到4888蚊，限量20部咋，仲等？快啲嚟買啦！